阿姊，做啥？你看第五季全新的布景啦！回来啊！什么上刺激？什么上好耍？你来讲，我来用。你手指啊，吼，伊的尻川有无？粉红啊，是什么水果啊？水蜜桃。阿雄，还有什么话好耍？有四字斗一字，请问什么神、什么礼、什么样、什么地？听讲十要做伙耍，无唔对，就是十个斗阵拼输赢。够就好耍的。来自全国朋友出题无咯？上座是什么？阿明今嘛是第几名咧？拜一拜三，暗时8点，公司第一台，专家有智慧。